中华鹿港仑尾区的布花附近呢，今仔日透早有民众是发现这太阳能供电棒着火，这高高的乌烟冲上天，远远就看会到啊。消防局是来出动4台水灵车，去到现场的时，这火已经互厂商甲拍花，也那详细的着火原因，还阁需要调查。 车开伫台61线，远远就看到踩伫海里的太阳能板着火，大火引起高高的乌烟，画面真惊人。消防局接到通报，出动4台拍火车到现场的时阵，厂商已经家己用灭火器甲火拍花。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它已经没有火势了，剩下一点点烟啦。那现场供电业者已经使用灭火器已经有把那个火势熄灭掉。 剩下一点点的余烬这样子。着火所在就伫鹿港镇台61线175公里附近的海上太阳能板。中华县环境保护人员表示，初5暝就民众看到太阳能板着火，但是火念咪有，念咪无，怀疑是海中，所以火才会暂时化起。今仔日透早阁开始着火，因也赶到现场关心状况。他开始用那个灭火了。 刚开始去的时候是没有看到燃烧，后来确定距离的时候去看的时候，又有在燃烧，燃烧完又继续燃烧，也希望相关单位对这个问题应该好好的了解一下。厂商表示，可能是因为电线烧拍电，太阳能板才会着火，但是详细事故原因目前也搁咧调查。中华县环境保护人员指出，几个月前，宏远设伫厝顶的太阳能板也发现家己着火以外，毋但威胁附近民众安全，嘛会造成环境污染。面对不时发生太阳能板着火，中华县环境保护人员嘛呼吁相关单位爱重视，伫发电力量的时阵，爱有搁较周密的配套措施。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。